棉花园戏剧总团有一出盖白关传说，是对1993年到大团32年的经典作品，在全世界上无有50万人看过。今年要来推出着这传承版，有加入真侪新世代演员，对舞台服装等等也有新创意，希望会当互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。 能够小队这个男女主角交换名兼做定情信物，不过因的恋情却无法度受到祝福。女主角的老爸为着争夺江山，要甲嫁予别人，两人拄当真侪挑战。棉花园戏剧总团一出盖白关传说，是自1993年首演以来传到当的经典作品。棉花园表示，为着要互戏出通对得着现代思想，唔但凸显女性为爱杀出万中为的勇敢，嘛用阮男性展现悲伤脆弱的一面。伫咧这个过程中，本来其实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就脆弱、就可怜，但是即届阮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角色，伊非常的有力，这个力是女性散发出来的。 棉花园自日本时代1929年承办到当800年，为着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，今年盖白关传说传承版加入侪新世代演员。有演员表示，家己接续伫咧师傅顺翠峰后壁也未演出压力真大，为着要有好表现，团队原来下真侪功夫。因为头前老师的铺陈真重要嘛，爱谈恋爱，爱国家。 爱个贵，爱个贵，爱个找，嘿，我若上尾代无家做好，就对不起老师啊。对，所以我感觉压力就大个。也就亲像阮伫咧即个大家庭同款，大家做伙拍拼，为着即出戏，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，安尼努力。棉花园的盖白关传说，伫世界5大洲都捌演出过，32年来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。今年由新世代的制作团队接手，对舞台服装等等的设计发挥创意，和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电影的节奏，拍算9月22日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，希望互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